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嗨，安。嘿，安。欢迎来到台语自修室。那现在过年结束嘛，然后再要清明年假，对，有些人可能扫完墓会下来台南玩了，对不对？那如果不会台语的人到台南要怎么点餐，对不对？你会讲对啊？对吧？对。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教大家如何用台语点餐，尤其是到台南的时候，因为台南很多好吃的东西。对，好，那我讲我要吃什么，然后你们两个翻成台语。好，那我开始点餐了。我要1盘虾卷，然后2碗鳝鱼面，然后3碗虱目鱼肚汤。谁要先翻？1盘虾卷，2碗鳝鱼面，3碗虱目鱼肚汤。我要1盘虾卷，2碗鳝鱼意面，阿哥3碗沙巴鱼豆汤，安尼敢对？对，就是可能发音再调整一下就好了。好，那他已经 OK 了。那我要再出一个给你翻的，对。那我要先讲一下，其实正确要讲说，我要1盘黑梗，1盘黑鸭梗也可以。那意面其实并不会特别去讲到台语，会讲说我要1碗鳝鱼面，这样我要2碗鳝鱼面，我要鳝鱼安尼，然后沙巴鱼豆汤。沙巴鱼豆都可以。正常我们家会讲沙巴鱼豆，好了吗？好了。好。我要1碗卤肉饭，然后不加红葱头，跟1碗鱼丸汤，我要不加葱，然后要加油条，请服用。1碗萝卜饭，我要红葱头；1碗鱼丸汤，我要葱啊，不要油条。bingo， 答对了。这猜对。我刚刚就在想说，是不是要难一点 ？OK 吧。对，好，那个之前讲的是没有错的，但我再还是帮大家再念一次。我要1碗萝卜饭，我要加葱头，我要加葱头。葱头。啊？葱头。对啊，葱头啊。好。怎么了？没有啊，就你念起来很奇怪。我要1碗萝卜饭，我要2葱头，然后再来是我要1碗鱼丸汤，我要2葱啊，被它糊掉，这样子。对。好，那我现在吃饱了，我要点饮料。对，我是 OK。好。对啊，我就一人点1杯啊，那你们就你先看谁要先翻。好。第1杯是我要1杯珍珠奶茶，然后我要珍珠，我要大小颗，然后全糖啊去冰。对，要用鲜奶。这客人可以不要接吗？不行，一定要接。我其实 OK， 付钱就是老大。请快一谈。谁要先翻？你可以再讲一次吗？好，我要珍珠奶茶，然后用鲜奶做，珍珠大小颗，全糖去冰。好，我这样讲好了，我要1杯珍珠鲜奶茶。混珠去冰，你这样没有比较好。真的吗？珍珠鲜奶茶，珍珠大小颗，然后去冰全糖，然后我要用纸袋装。哪里还纸袋给你装？纸袋把你装起来。好了，用纸袋装不用了。你是先买珍珠奶茶，没有。鲜奶没有台语好不好？你可以说母奶呢？母奶啊！要用母奶，然后要大珍珠跟小个珍珠。大粒的珍珠跟小粒的珍珠啦，昏迷啊！你要讲昏迷。然后转等，去，饼干剩1寡。卖冰角啊，卖蓝冰角啊，10分糖啊。去冰有小碎冰哦。
你可以跟我交代去冰的事，你可以讲出去冰有小碎冰的台语啊。去冰，我没有。无人冰缸嘛是有一寡细条脆脆的冰缸。好，对，真的是这样吗？差不多啊，不，你要讲说，我一杯，其实珍珠奶茶没有确切的台语啦，那就是我一杯珍珠奶茶，啊，我珍珠杯，一半大的，一半细条的啊，10分糖啊，我不爱冰干。啊，如果他说我要用塑料袋装什么的那种，就是我要等下带起来，还是我要用装等下带起来，这样子，对。然后去冰还有小碎冰哦，就是人客你我无冷冰干，问题是嘛是寡脆水冰干，这样。好啦。我要一杯冬瓜红茶，然后加粉圆。对，然后再加一颗布丁，对，然后半糖跟我要多冰，我冰块很多，半糖，对。布丁有台语吗？我不知道啊，你要想办法，我是客人啊，你要想办法回答我。走下去。冬瓜红茶。我要杯冬瓜红茶，然后加粉圆，然后加布丁，半糖，多冰。我要一杯冬瓜红茶，要加粉圆，搁要加布丁。我糖要一半就好，冰格要较济，安尼是吗？差不多啦。客人您的要求有达到吗？差不多，就是，我不是不会当龟安茶，我要染粉圆，我要染一个布丁，然后呢，半糖呢，我要5分糖，然后再冰格染较济咧，这样。哦，差不多。哇，这次没有要纸袋了。那我要个纸袋，麻烦。我要一个抓了，我给你带起来。不是给我带起来，是给凉的带起来，你音疗带起来，是不是？你到时候剪片的时候，这里要有一个装舞的，不是装饮料的。对，好，那今天最主要就是教大家怎么来这种那个台语使用比较频繁的地方怎么点餐，尤其是我不是在站南北，但是比如说北部人，你下来台南，你不一定会讲台语。但是如果你遇到的店家是比较那个年纪比较大的阿公阿嬷，他们可能国语比较听不懂，所以你如果用台语跟他点餐会比较顺一点。对，那相信大家应该都学过。好，那我们这节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大家拜拜。拜拜。我要一杯 QQ 奶奶美布甲好啉茶，我要染，我要染好喝啉甲美布啊。你是美布我要一杯 QQ， 你再 QQ 奶奶好喝到内铺茶。我要一杯 QQ 奶奶美布甲好啉茶。